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第一届的肥鸟比赛，伫高雄的餐厅来举办，有10只圆滚滚的鸟仔来入围。比赛的结果，由一只叫做阿咪的米克斯的这种鸟仔，10公斤重摕到冠军。不过兽医师特别来提醒，讲全台湾有60%的宠物鸟拢伤大颗咯，咱个主人都要注意咯。这个宠物若伤过大颗，是较会带病哦。鸟仔主人抱心肝宝贝，要来上场拼输赢咯。8.4。每一只鸟仔拢食甲肥嫩啊肥嫩，要来看谁的体重上介重。这只有冠军上阿咪上场来车拼。阿咪生做圆滚滚，巴肚皮可以动动海，真正是有够卡哇伊。11.3。靠着那体重10.6公斤，有赢到头名。那他很胖，10.6公斤，那得第1名。那当然第1名很多奖品了。头一届大颗鸟仔比赛伫咧高雄的餐厅举办，拢总10只非准准的鸟仔入围参赛。得冠军的阿咪当初是伫咧流浪动物之家饲的，今摆已经9岁啊。关节哈，因为太重了，所以走起路来有点辛苦。那医生也会开一些这个怎么吃的这个处方呢给他。兽医师嘛提醒，因为以前过去3年，台湾的保卫动物嘛甲咱人同款，骨力只扮大东，肥做做的模样虽然真古锥，不过若是伤过大颗，会带来一寡病。所以主人若疼惜家己的保卫动物，得要斗相共体维持健康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